光来到前面来。充满了年轻。好，来。好，我们一同举起双手，我们圣灵来充满了我们今天的服事，真是大有能力。阿门。哈利路亚。圣灵，你这个时刻在我们当中，谢谢你邀请我们进入到你的家。圣灵一起同工，敬拜耶稣基督。主啊，今天是一个美丽的早晨，我们在这里歌颂，我们在这里听神的话语，我们就是把我们的生命要献给神。主啊，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敬拜中就被医治，我们在敬拜中就得着兴盛的能力。主啊，你也要把这样的恩赐分赐在我们众弟兄姐妹当中。主啊，每一个人他们愿意放下一切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你，因为这是属于神的日子，我们属神的百姓，我们就当来到你的面前来赞美高举你的名。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兄弟姊妹，大家午早！哇，大家伫礼拜日的早起，咱就来到伫主的圣殿来敬拜伊，这就是上帝予咱的荣耀。阿门，阿门。所以会当来到伫圣殿来敬拜伊，拢是上帝特别拣选的，你是迄位特别好的，上帝看咱做宝贝。所以咱今仔日伫遮唱歌，伫遮听牧师的分享，透过圣经的话，咱拢要荣耀上帝。阿门。哈利路亚！当咱咧敬拜、咧学乐，咱大声来吟诗。咱吟诗的时，咱的嘴唱出这歌词，就进入来咱的内面。迄个歌词、遐个话语，拢要成做咱的意志，互咱的心有迄个喜乐的灵。阿妹吗？阿妹。所以咱等者咱吟诗学乐的时，读圣经的时，咱拢来大声来宣告。哈利路亚！这时请咱起立，咱要来邀请圣神来踮伫咱的中间。感谢主，哈利路亚！咱将咱的双手来举起来，哈利路亚！咱做伙来讲，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邀请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的心继续甲圣神有迄个交通祈祷。咱独独专注目睭，咱的心神专注伫耶稣基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感谢主，互咱会当进入伫上帝的家。咱伫遮就是要来学乐伊，咱伫遮就是要来称颂、高举伊的名。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谢谢你运行伫每一位兄弟姊妹。透过直播，甲阮做伙敬拜，主你的圣神悠然运行伫伊的中间。感谢俄罗主，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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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是的，哈利路亚。这时咱要来用使徒圣经，咱准备好要来告别咱的信仰，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
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勒岛林内受苦，钉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阿门。兄弟姊妹，伫咱的生活内面，有时阵咱会拄到迄个关墙。什么是关墙？就是迄个罪带来的窒碍。有时阵咱破病，有时阵咱有人的问题，有时阵咱有其他的问题，抵到咱的心有一个墙，互咱无法度甲上帝亲近。总是咱今仔日要吟诗，透过咱的吟诗，互咱心内的窒碍拢甲伊摕掉。阿门吗？互咱独独甲圣神所相通的。阿门，阿门。所以咱来喊话3摆，哈利路亚！来，1、2、3，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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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互咱今日透早充满信心来宣告，咱要活出得胜的生活。阿门吗？阿门！咱做伙来拍谱啊！来用这条新的诗歌来学乐咱的上帝。一路虽然有一片，却看见永远的地。我要喊话你会听，也是最后的胜利。当家也包围心肝，
是我所讲的大汉人拢要倒去，因为上帝甲咱同在，阿免吗？咱头前所有的困难困境拢要无去，因为上帝甲咱同在，咱就有快乐，阿免。在这世界任何物件拢要来学了咱的上帝。所以咱用这条诗歌要来吟的时阵，咱搁一摆热情来敬拜咱的主，因为伊牵制咱的学了，阿免吗？阿免。咱再来拍鼓啊！拍谱啊，兄弟请。咱的姊妹做伙来拍谱啊。咱所有的人做伙来吟。咱嘛来，甲咱隔壁的人甲伊讲，你的吟诗有够水的。哈利路亚！我相信大概咱伫这个礼拜日透早来到上帝的面前，当咱在吟诗学乐的时阵，上帝的快乐要加添伫咱的心上，互咱的身躯会当健康，互咱的心灵会当勇壮。阿免吗？阿免。我邀请每一个兄弟姊妹，咱做伙拍开咱的心，咱举起咱的双手，做伙来吟这条诗歌。因当咱的上帝呼求的时，上帝就要应允咱的祈祷。阿免。我跪落，跪伫你面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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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跪落，跪伫你面前
心门，双手来举起，我追求你的真理。为了盼望，甘美基督，你的话语刻掉伫我心，也去相信。参就伫天堂内面的敬拜，阿门。咱伫遮伫对面上的敬拜，互咱的心每一个人的心，一个人的敬拜，甲所有的人正人的敬拜有共款无？无共款。所以咱伫遮敬拜就好参像天使伫遮金丝咧敬拜。所以每一个人的声音，虽然你的声感觉无真好，总是因为圣神的同在，你的声拢变做真好听。上帝嘛会改变你隔壁的人的耳孔。本来你唱歌就无真好听，即摆唱歌因为圣神的同在，所以你金丝的声音足好听的。你甲隔壁的你甲伊讲，你金丝的声音足好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是上帝圣神的快乐伫咱的内面。兄弟姊妹，这个是咱学了了后，咱就搁靠迄个快乐，所以咱要来祈祷，咱要来为着这项代志来祈祷。咱伫后礼拜6月份，咱就进入伫洗礼，咱即届洗礼甲全会节来，拢总有18位。哇，洗礼有10位哦，这个10位，这个兄弟姊妹，咱拢唔捌的，因拢是新的朋友，你来到伫阳光教会。
所以咱大大守寡，这是上帝赏赐予咱的，所以咱为着因来祈祷，互因伫这段中间，会当互圣神继续感动因的心，因知耶稣基督就是我一生的主，我要跟对耶稣一直到永永远远，阿妹吗？阿妹。咱为着这18位，也阁有另外，伊是伫外教派，然后伫别个教会伫遐洗礼，后来因来到伫永光教会参加咱的小组，参加咱的敬拜，伫咱的小组内面，伫咱的培育系统的学校内面，因发现这是别个教会无的，因感觉伫遮领受真多的成长，所以因愿意甲因的会籍转来到伫遮，甲咱在咱徛伫遮的。做伙伫永光教会来向前来继续传福音，阿门。所以咱这时举起咱的正手，奉主的名，咱来祈祷为着遮的洗礼，转会这个18位，咱开声来祈祷，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俄罗斯，哈利路亚，俄罗斯，俄罗斯，哈利路亚，咱宣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个你今晚就要开主的名的。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生命要大大地改变，哈利路亚，你的家庭一来你就重新改变，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俄罗斯，俄罗斯，哈利路亚，俄罗斯，哈利路亚。主啊，我要为着这18位的兄弟姊妹，主啊，这18位的灵魂是上帝你看重的。上帝，你感动因的心，互因会当有伫任何一摆机会，因就受到圣神你的拣选，因讲因愿意来洗礼归伫主你的名下。主啊，阮看见一个灵魂来得救的是耶稣基督你上欢喜的事。感谢主，你要看顾这的兄弟姊妹，互因的心坚强，互因壮大，伫上帝的真理内面有好的基础。有好的信仰，有好的生命的品格，来成做人的祝福。主啊，阮感谢俄罗你，因为你的听无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为了盼望，咱继续来俄罗，哈利路亚。用咱的心来替耶稣说话，哈利路亚。越调比我心，让你相信。新的生命，阿门。咱每一个礼拜来到伫教会敬拜时，礼拜日咱来到伫教会时，你就得到新的生命。一礼拜遐旧的拢过去，遐拉伤、遐病症拢清除，拢清除，拢清除。所以礼拜日倒来到伫上帝面前来敬拜，透过吟诗而乐，咱的身躯就得到胜利。阿门，阿门。这是咱的生命的宝贵，咱将咱。上热烈，你即马阁有偌大的气力会当拍扑啊！
咱甲咱的普发声归哦上帝，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阿门，请坐，请坐。这时，咱要来共读圣经。圣经记载伫旧约圣经诗篇第90篇第1节到第2节，阁有12节到17节。咱做伙来共读，请。主啊，你世世代代是阮的避难所，众山也要受造，大地甲世界也要造成。你永永远远是上帝，求你教阮会晓算家己的日子，互阮的心有智慧。上主啊，你什么时才要改变心意？求你怜悯你的仆人，求你透早就互阮享受你的慈爱，互阮一世人充满欢喜快乐。你互阮一生有偌济艰苦灾难，求你嘛，互阮一生享受遐济欢喜快乐。求你互你的仆人看见你的作为，互阮的子孙看见你的荣耀。主，阮的上帝啊，求你赐福互阮，求你互阮一切的工作顺利。求你互阮的所做拢行通。圣经读到这，愿上帝的话伫咱的心中，成做咱一生的帮助。这是要请本堂就牧师来证道，伊的题目是上帝，上帝是咱世代的徛家。咱伫主任牧师要讲道进前，咱要有一个见证。咱的名家干事伊伫卓越神学院2年读2年的神学院，但伊即马来伫顶个月毕业，所以咱要来请伊伫遮来甲见证上帝伊的疼怎样来带领伊。名家干事伊伫咱的教会担任咱的干事，伊所负责的是伫小组甲培育系统。哇，即个工作量是非常的大。咱的教会有几个小组，咱知影无？教会，咱的教会大人的部分有48个小组，吼，48个小组，佮加上儿童，就有51个小组。所以伫48个小组内面有真济的业务，拢是咱的名家干事在处理。咱即马佮有培育学校，对无？培育学校安尼，逐期在走，逐期在走。所以，迄个工作量爱甲叮咛遮的学生吼，爱写功课，佮爱交作业，佮看因伫学习的顶悬有进步无？哇，伊拢爱一直对，一直对，就亲像迄个教务长共款呀。所以，上帝警调伊，互伊伫咱的永光教会，成做咱真好真好的同工。伊非常的同心，非常的用心。伊伫教会上班吼，常常拢上班到10点、11点才回去。好啊，所以伊非常会疼教会兄弟姊妹，伊伫神学院的造就，这个是伊要来甲咱分享。感谢主，咱用普话声，欢迎咱的名家干事为着咱来做美好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我是教会小组与培育的干事郭明佳。感谢主，在过去的2年，我到卓越领袖神学院接受装备，在今年5月16号顺利的毕业了。首先，我想表达心中的感谢，非常谢谢教会牧长们的成全与支持，谢谢许多同工和家人们的代祷。回想2年前，当我领受神的呼召要到神学院装备时，当时我对于神学院的学习可以用懵懵懂懂4个字来形容。但即使前方充满了许多未知，我仍坚信，既是出于神的，我就完全顺服。在第一次上课时，我的内心就充满感恩，因为每一次上课前，
同学们需要一起导读，而我是少数在进入神学院之前就知道如何导读的神学生，因为在我们永光教会早早就开始了导读的操练。在圣灵学的课程中，我发现因为有永光领袖培育学校，我对于圣灵早已不陌生，甚至能经历到圣灵，并且享受圣灵的同在，与圣灵有美好的关系。这一切都让我感谢神是如此祝福永光教会。我们有顺服圣灵带领的牧者，我们的教会是属神、爱神并尊荣神的教会。当然，在神学院的装备不仅仅如此，更多的收获是能在短暂却密集的课程中，透过许多牧者与老师的教导，让我的属灵生命更加在溪水边，能够源源不断的汲取所需的养分。在我经历软弱、受到试探与试炼，甚至想放弃的时候，神学院的课程帮助我重新得力，胜过困难。值得一提的是，在神学院上课的期间，也成为我传福音的大好机会。这怎么说呢？因为大多数的时间我都在教会当中，较少机会能接触非基督徒。所以我每一次去神学院连续2个礼拜上课的时候，我就在心中向神祷告：主啊，今天请再给我一个传福音的对象吧。通常神对祷告的回应有3种：好、不好，或再等等。但每当我做这个祷告的时候，神总是立刻将人带来。有时候速度之快，我都有些准备不及，但是我知道不要紧，因为即使我没有准备好，我没有说得很好，但当我愿意开口，福音的大能就会进入对方的生命中，圣灵会动工，神必亲自掌管一切。感谢神。回到一开始我提到进入神学院，懵懵懂懂、迷迷糊糊，一直到现在，我真实经历到这条跟随神的道路是已经越来越清清楚楚了。所以不论如何，我都可以全然放心，因为知道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想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美好的心意，也有美好的计划。或许现在我们还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神的心意一定是美好的。请不要让忧虑、怀疑或不信的心拦阻神要给我们的大礼包。这个大礼包是喜乐，是平安，是盼望。不要看环境，也不要看自己，因为我们不能的，但神能在我们身上成就奇妙的事。而且在永光教会，我们是真的非常幸福，因为我们有小组，我们有领袖培育学校。这个灵性装备的学校会帮助我们经历生命的更新与成长，开启我们的眼光，提升我们，使我们成为有高度、深度、宽度和温度的基督门徒。或许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去神学院装备的感动，但是在永光教会领袖培育学校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加入，也需要加入的，因为这是神量给永光教会非常宝贵的产业。也因着小组和培育学校，我们有非常多的精兵在永光教会，这是很大的祝福。最后，我想用卓越神学院招生影片中的一段话来祝福大家，就是全心爱神，热切爱人。亲爱的家人们，邀请您一起走在神的旨意里，成为神使用的器皿吧。谢谢。我转转来台语哈，对，明仔台语就较无法度，总是我相信咱拢听有。事实要服侍，就爱有接受呼召，而且有委身，才当真正用喜乐的心来服侍。若无服侍起来会真艰苦，因为服侍一定毋是一条真顺利的道路，是有真侪的坎坷，有真侪的挑战。所以咱感谢主，上帝呼召并且伫咱永光教会，伊用伊的全时间，用伊的性命在服侍上帝，所以伊要去接受装备，这咱是看做好的。
咱教会伫小会嘛有决定讲，伊伫2年大概伊的学费的一半，咱教会伫伊毕业的时阵就会来鼓励伊、支持伊，所以咱等下伫第2堂的时阵，咱会将即个补助2万块会来补助伊一半的即个学费所以真感谢主，就是咱的即个同工，全一个同工，拢有经过卓越领袖神学院遮的装备对于牧师来讲阮相信上帝就是透过安尼互因会当伫服侍、伫信仰当成做咱正人的一个祝福，所以乐观其成，因会当愿意付出时间，虽然伫一季有2礼拜爱上课总是咱就看见咱的即个办公室的同工、事工的互相的调配拢是无互牧师烦恼，无互咱的小会员烦恼所以感谢上帝有一款的福气祝福伫咱的身躯，伫咱的教会恁敢知影？恁就感觉今仔日真特别有无？有特别无？有啥物特别？因为有特别牧师从来毋捌挂这过节毋过因为我有即个背架还有魔鬼毡会念对无我的那个带若挂一工然后念甲刚刚要歹去我讲真袂好，讲到一届爱废一条那个带，后来我想着讲厝里有2粒这所以今仔日恁感觉讲这是啥物人呢？有缘是周牧师啦感谢主相信咱有在想奇怪牧师敢会挂即个挂即个无共款的也是说明一个互咱大家会通来了解啦好，今仔日咱要透过上帝话来处得着鼓励，请咱举起咱的正手来，咱来宣告来。圣经是我性命的宝藏，人生的灯塔，快乐的源头。我宣告，我信心百倍，喜乐满满。我有属天价值，活出美妙。阿门，阿门。感谢主上帝透过伊的话语，拢在养饲咱。咱乐意来领受，咱一定会当得到帮助，这是理所当然的。今仔日咱要透过咱这礼拜的中间所读的圣经8月所读的这个圣经诗篇90篇这个中间的经文，咱做来思考上帝是咱世世代代徛起的所在。哇，这是真水的一件代志咱知影咱的社会伫台湾，感谢上帝，互咱的台湾成做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所以咱会当礼拜日伫遮真自由来集合，对无？若是伫即个专制的国家，敢会当安尼组织？袂使百姓袂当组织无？你若组织，警察就来掠去所以咱感谢主，伫即个民主自由的下面咱上帝互咱会当有真自由来即遮敬拜，真自由来选择咱所要相信的真自由伫咱会徛起的所在，会当这礼拜要住高雄，后礼拜要住台北，拢会使呢。这是真自由的一个国家所以民主就是讲用人民做主的一个制度，伊的核心的价值就是讲什么？主权在民主权在民，迄个主权伫咱，所以咱会当透过投票来决定咱国家的这个公务人员这个首长这个立法院是讲这个议员，咱拢会当透过投票来决定。嘛透过安尼，互咱知影是咱咧讲的自由，就是保障咱国人的一个观念。权利的这款的意识，也是讲是这款的态度，这款的状况的下面所以咱会当有言论的自由你若伫一权的国家，总统敢是会当互你骂咱看咱台湾做总统真可怜有够可怜。那我做牧师嘛，免安尼自己敢互骂毋是伫私底下骂，是公开甲骂安尼
哇，啊，拢热啥？热啥？所以这看咱的社会的，其实咱会当看见是咱会当安尼真自由，徛起、牵线自挥，其实这是上帝特别恩待咱的。总是有一个这个观念，有可能会影响咱的信仰的。我捌伫咱的教会的兄弟姊妹中间，有当时会听到，不过我感觉迄是一个损失。这个损失是啥物？就有人会讲，就是讲这信仰对咱是自由的一个国家，所以信仰袂当是安那，是宗教是个人的自由哦。你袂当限制讲你囡仔就一定爱信耶稣。对无？有人有安尼的想法呢？讲这是伊的自由。囡仔大人伊要信耶稣，还是要去拜拜，迄是伊的自由，咱袂当甲干涉。兄弟姊妹，有人兄弟姊妹真正是有即款的想法呢。毋过我感觉讲这是真可惜的一件代志。咱若用信仰讲袂当会当用宗教是个人的自由做理由，对咱会惊于逝世，伫即个信仰的传承内面，咱无尽咱家己的本分。安尼，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大的一个丧失咯，真大的一个丧失咯。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你会当去想考啊，即使你的生活夫妻生活拢真美满，家庭逐项拢真好，毋过你的囡仔咧，婚姻交往无好，工课也食袂好势这个人际关系也无好，你敢会讲这是伊的自由，就看伊安怎处在伊去？袂啦，咱应该会尽量真想办法，伫细汉就真注重，而且种种，毋望伊大汉的时阵会当成家立业，会当对社会有贡献，迄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代志啊。何况伫信仰内面，这是一切的根基。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会当好好来思考，伫这个信仰的宗教信仰的内面，咱应该爱真清楚，咱的福气、幸福满是应该代代相传的。阿门。幸福美满，这应该是代代相传，这是理所当然的。无一个做是大人的，要看囡仔讲好啦，婚姻惨，袂要紧，那伊的代志，绝对毋是安尼。咱一定是关心甲扶持陪伴伊，这就是咱所相信的。所以伫信仰的顶面，佫较是重要。咱爱好好来看上帝怎样透过这份信仰，互咱徛伫在，嘛要祝福咱的后代。这是上帝的创造内面早就定着的一个祝福哦。所以咱看今仔日咱所读的诗篇90篇，伊还有标写，就是讲这是神人摩西的祈祷，上帝的罗卜摩西的祈祷所以咱就安尼来了解讲诗，这个诗篇90篇，就是上帝拣选摩西，然后互伊有气力带领差不多要到200万，有讲60万，有讲200万，有讲要到300万，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经过红海，经过旷野，然后已经要进入到伫上帝所应允老年甲老密的地迄个要到的时阵，摩西就回想过去种种的苦难，总是嘛看见头前就是上帝所应允，要互因安居乐业的一个所在时阵，伊内心有真济无限的感触。伊伫遐知影讲是啊，人真正是真有限。人袂堪得枵2-3顿就埋怨上帝；人袂堪得无水一点就埋怨上帝。逐项拢赖互上帝，家己呢像迄一点代志都无。总是嘛看见上帝是主爱的，毋过伊嘛是公义的上帝呢。若是安尼，伫即个中间，伊清楚要安怎将伊的生命这个历程，透过诗歌来描写起来。透过诗歌来鼓励这百姓，互因历代拢会当会记起迄个出埃及
甲进入伫老年到老密的地，这个过程，上帝是怎样甲因同在？上帝怎样亲密、亲近因，互因明白，这是上出的上帝的，这是完全是上帝的作为。所以，咱讲诗篇90篇，一旦讲是人生的诗歌，是摩西的心力路程，嘛是伊的信仰上界水的一个典型之家。所以，咱感谢主。咱看圣经安怎来咧描写摩西，伊讲摩西做人极其的谦和，赢过世上的所有的人的。好，啊，上帝嘛讲，伊就是伫我全家内面尽忠的，迄个尽忠的罗卜。所以，咱透过摩西所写的诗篇90篇，我相信嘛会当帮助咱，互咱会当更加清清去体会到，咱伫5月最后一礼拜。会当透过安尼求上帝帮助，互咱所建立的人生，伫未来的每一日内面，咱拢会当亲像一条的诗歌啊，迄个诗歌有关关家家，总是迄个诗歌却会当互人的心开阔，迄个诗歌却会当互咱更加深深，咱是倚靠上帝的。阿门。吼，你甲隔壁讲好无？你的人生就是一条真水的诗歌来。是条真水的诗歌哦。好，所以透过今仔日这段经文，牧师甲咱来思考，上帝是咱世世代代的得闪的所在。哦，这个圣经是翻译的安尼吼。啊，咱要照语言，迄叫做避难所，对无？好，是咱世世代代的避难所。啊，摩西就安尼讲，主啊，你世世代代做阮的徛去的所在，这山还未生出，地甲世界你还未做成，对永远到永远，你是上帝。伊讲主啊，这是真特别咯。这个呼叫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呼叫伊讲主啊，若是安尼，是毋是有一个你我甲上帝的一个关系，直接来显明出来？是啊，意思就是讲主啊，我是属于你的。你嘛是属于我的哦，咱有中间是有关系的哦，咱会当享受这位主为着咱所享受咱一切的恩典，嘛会当得到伊的保护，总是咱有缘伫迄个关系内面，咱应该透过顺服听谈，甲伊建立一个正确健康的关系，这就是你我。伫即只敬拜上帝的时阵，咱所应该爱了解。所以，这诗人所讲的迄个意思，世世代代做阮徛起的所在，迄个徛起的所在原来的意思，嘛是会当讲就是避难所，就是得闪的所在，是伫咱的一生内面，咱拢会当去看见。有时咱想要逃，就逃不掉。好，总是咱也真清楚。有一位所在，就是伫上帝的面前。无论咱拄着什么款的境遇的时阵，咱总是会当来到伫主的面前，甲伊祈求嘛会使，用吟诗学乐，将咱所有的交托伫伊的手中，这是你我会当做。所以伫即搭遮讲，上帝世世代代做咱徛起的所在，这个意思是啥物？意思就是讲，咱甲上帝迄个关系是无法度得闪的，吼，无法度得闪。就是你要稳重，你嘛无可能，因为你我拢是伊创造的，伊看咱是伊的囝儿查某囝，所以若是安尼，咱就求上帝帮助咱，互咱无论伫什么款的处境内面，咱拢知影，咱拢明白，无论是对一个世代，就是伫咱，也是伫咱的后代，也是伫咱的前辈，咱拢深知影，伊拢愿意甲咱同在。这是你我伫信仰内面，咱必须要完全来相信的。所以保罗就安尼讲，这个家就是教会，就是永远上帝的家，是真理的调节甲根基。所以，既然上帝是咱世世代代徛起的所在，在讲的就是上帝的同在，就是教会，就是组织兄弟姊妹伫遮的一个所在。所以，愿上帝互咱有这款的看见，咱甲教会这款的关系
就是透过耶稣基督来建立甲天父亲密的一个关系。所以，上帝是咱世世代代的避难所。阿门。是，咱做伙来讲来，上帝是咱世世代代的避难所。是，无论你伫什么时阵拄着什么款的条件、困境、危险，请咱会记住，有一个所在会当互咱永远来闪避这个攻击，会当互咱伫安息的内面，重新经历上帝同在的平安，就是伫上帝的面前，也是伫教会、伫小组，也是家己的密房。当咱祈祷吟诗的时阵，迄个时拢表示咱搁一届较亲密来到上帝的面前。这是上帝互咱的管理，这是咱会当好好享受的。所以有一条诗歌，大概是19世纪这条暴风雨中之避难所，捌唱过无？有人唱过无？等下看歌词吼，真特别咯。这个作者吼，查尔斯沃斯吼，伊是伫伦敦担任施布珍孤儿院的院长。大家看见这个孤儿，感觉因是真可怜。这孤儿，伊每一日拢爱面对着这孤儿，这是无依无靠的，无有迄个亲像无迄个将来性的这孤儿，伊感觉心足毋甘，所以伊伫信仰内面，透过伊搁一摆亲近上帝，伊知影只有上帝会当成做因的照盘，只有上帝会当成做伊闪避的所在。所以，伊就透过伊家己的经历，伊就来写这条诗歌，讲主是磐石，容我常躲；暴风雨中之避难所。灾祸来临，我得稳妥；暴风雨中之避难所。可能咱捌唱过，只是无啥有印象了哈。我想一下主是磐石，容我常躲；暴风雨中之避难所。灾祸来临，我得稳妥；暴风雨中之避难所。主耶稣是磐石，我之避难所。如沙漠地有阴凉所。主耶稣是磐石，我之避难所；暴风雨中之避难所。有听过举手一个，牧师较有信心的，像我看你无共世代安尼。感谢主，感谢主。你也遐有迄个资深感谢主了哈。这是当时大概是校园的诗歌。有甲这条歌下入伫校园诗歌，这条歌事实伫这个经历风影的人来讲，这是一个真好的一个提醒，的一个安慰。所以咱看这个孤儿院的院长，伊伫伊的经历内面，透过这个诗的帮助人，所以后来就真济的这个报道会，拢会唱这条诗歌，来呼召人来到主面前来得到上帝的保守所以兄弟姊妹，牧师嘛要问恁，恁有孤儿的灵无？恁有孤儿的灵无？恁有感觉亲像互人甲咱放杀过，还是讲互人无人要插人迄款的感觉无？愿上帝帮助咱真济咱伫咱的课程，这个培育的课程内面，潘牧师伫这个课题内面，真用心会帮助咱，互咱过去受伤害，家己毋知影，然后造成咱即马有咱的性格的一个不足的，就是透过安尼圣神的提醒帮助咱，互咱重新转来到伫上帝的面前，来承认咱毋是孤儿。咱是有天父的，阿门。咱是有天父通倚靠的，
伫风影的中间，上帝就成做咱逃闪的一个所在。兄弟姊妹，这是你我伫生活实际的生活内面，咱爱深信，也着挖靠伊，互咱每一届则得到看见挑战的时阵，会当赢过，就会当成做美好的见证来深信讲是，我毋是孤单的，因为我的主就是我的闪避的所在。阿门。是，这是你我拢会当宣告的一件代志哦。佮过来，咱嘛要透过安尼来看见，摩西真清楚人的有限，嘛知影人的背逆所带来的罪的结果是甚物。总是咱伊深深知影，咱所做的这个，包括暗生的这个，无互人知的，拢无法度逃闪伫上帝的眼中。所以伊就甲咱讲。求你教示阮怎样算数家己的日子，互阮得到智慧的心。摩西真清楚，人若得到智慧的心，就会当去分别是非。若得到智慧的心，就知影什么是上帝所欢喜的，什么毋是上帝所欢喜的。这是一个伫咱的人生内面上界需要的。所以求上帝，互咱有智慧的心，会当。伫错误的中间回转转来，当咱回转转来到上帝的时阵，上帝就要怜悯咱，要开恩互咱，要互咱去经历伊的赦免、医治、甲扶持、安慰。兄弟姊妹，伫浪子的故事内面，就是互咱清楚，这位天父、这位老爸，就是安尼的等待。所以，愿上帝互咱有智慧的心，就是帮助咱有时有无好的念头，有错误的决定，也是行毋对路，决定毋对代志的时阵，求上帝互咱有智慧，用谦卑的心倒转来迄个听咱的上帝，我相信就会当得到伊的怜悯甲赦免。所以诗人就讲：耶和华。我要等到第时呢，求你回转，你的路目来回心转意。真特别咯，本来是咱爱回心转意的哦，爱倒转来哦，爱回头的哦。总是摩西真清楚上帝的心意是甚物。其实摩西真知影这位上帝想要做的什么代志，所以伊真勇敢来安尼讲，为着你的路目。为着你的路目，求你来回心转意啦！本来边要跑咧，对无？嘴也要讲咧，对无？囡仔就讲：妈妈，歹势啦，我毋对啊，对无？只要囡仔讲伊毋对，安那咱心就软去啊，敢毋是？摩西真清楚，上帝的听就是安尼，就是咱有犯失错，只要咱愿意回头的时阵，伊。大声比咱较早回头，因为伊真早伫门外就在等待咱，敢毋是？就是亲像这个流浪的人，还未转来到厝，老爸就知影伊已经转来的欢喜。所以愿上帝互咱会当看见，求上帝用伊的慈爱来满足咱的时阵，互咱无论拄着什么款的境遇，咱拢会当欢喜快乐。这是。基督徒欢喜快乐真重要的一个内涵甲条件，所以我感谢主，上痛听迄3礼拜，我犹原会当吟诗学乐伊。上痛听迄1礼拜，我犹原会当讲主啊，感谢你，多谢你。对我在准备电脑的时阵，俊恩就甲我讲，牧师，你回复了真好势啊！我甲俊恩讲，俊恩，你的经验比我较济，总是透过这3礼拜的听，我佫较会当体验。俊恩是一个勇敢的基督徒，阿门。是啊，伊开刀无数，对无？经历这个，总是咱看见伊上帝犹原祝福互伊哦。伊即马是有牌的建筑师哦，哇，这是无简单哦。上帝祝福伫伊。嘛看见伊忠心伫服侍，用这个土印毋是真简单嘛？叫一个建筑师来土印，安尼有好无？
有赞无？咱就看见伊谦卑服侍的心。我相信伊的家庭更较要得到上帝更较大的祝福，伊的后代更较会当荣耀上帝来侍奉上帝。阿门。这是咱所看见的一件代志，就是伫任何的造物中间，我拢会当有满足的喜乐。阿门。是有无数的见证，伫咱的兄弟姊妹上中间，愿上帝互咱有即款深深的看见。所以最后诗人就上帝求4项代志伊讲愿你的作为你的罗卜来显现。上帝的作为是甚物？上帝做的事一定是神业奇事，敢毋是？是啊，愿你的神业奇事伫你的罗卜的顶面继续来运行、来显明哦。愿你的荣耀伊的子孙来显明。这在讲啥？主啊，毋是我领受恩典尔，我的后代、拢要持续看见你奇妙的作为哦。这是摩西甲上帝求的呢。你是毋是嘛爱安尼求？阿门。牧师拢安尼求呢，咱拢爱安尼求哦。第3，伊在讲啥？主，愿你的荣耀归伫阮的顶面，意思就是讲，愿上帝的荣耀，互阮会当去体会看见，阮嘛落实安尼来做的时阵，人就要看见阮在荣耀上帝，阮的心主有上帝的荣耀，也愿你坚固阮的手所做的工，阮的手所做的工，愿你坚固伊。这就是咱求上帝，咱甲伊有亲密关系的时阵，咱时时刻刻学落伊的时阵，咱将咱的后代交托伫上帝的面前的时阵，咱手所做的一切，拢会当真做荣耀伊的，嘛真做领受伊极大的恩典，甲咱继续同行的一个福气。阿门。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明白了解，因为咱毋是靠着咱会当成就什么上帝的工，只是借着伊的恩典甲怜悯。阿门。因为伊互咱机会，咱就会当服侍，咱把握每一届的服侍，会当透过咱彰显上帝的荣耀成就上帝美好的旨意伫咱的中间。所以先知耶利米伊就安尼讲：主耶和华，你捌用大能甲伸出来的手骨创造天地，伫你无有难成的事。阿门。确实，伫上帝无有难成的事，所以咱会当交托，咱会当用一生来学落伊，因为这就是咱所承靠的。咱做伙来讲，伫上帝无有难成的事，所以咱爱欢喜快乐来。伫上帝无有难成的事，所以咱爱欢喜快乐。是，伫上帝无有难成的事。你阁有啥物看路？阁有啥物需要交托的？你爱相信。伫上帝无有难成的事，伫上帝无有难成的事。有一届魔鬼来伫调查马丁路德，因为伊伫即个宗教的改革的过程，伊毋是要甲天主教甲伊推翻掉，毋是，伊只是讲照圣经来，照圣经的真理来，这是上帝所欢喜的。所以伊提出95条这论述，毋望会当帮助这个顶面的人会当重新来看见上帝的心意真理伫哪了？总是哇，咱知影伊所讲出来这个物件，摇动整个的天主教所以伊心内嘛真艰苦呢。伊心内嘛真艰苦，我较会诚做这指责这个教会的一个人，所以有一届。一个魔鬼就来调查马丁路德，讲：马丁路德你家己你捌做过啥物毋对？你捌做过啥物毋对？细汉你安怎？你袂记起啊？少年的时阵你做遐，你家己拢无人知你在做这遐歹的代志你家己都是罪人你阁有啥物权柄？阁有啥物身份？在指责教会的这个是非哇！这是对撒旦的声的一个挑战哇！迄个时阵，马丁路德随时摕伊的笔甲纸，就撒旦魔鬼对伊安尼一条一条
的这个罪状，伊就一直写，一直写。魔鬼讲几项当时的，伊家己甚至袂记着，伊拢写到尾啊，无啊，伊就将安那迄个笔墨，迄个墨水摕伫手中，就将墨水倒去，甲伊所有原来所写安那用墨水甲伊安那涂掉去，然后伊讲：撒旦，你摕去我所有的罪，伫耶稣基督已经用伊的宝血来压砍，已经洗清去啦。这几条，甚至几百条这罪状，你看已经拢无去啦，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甲我洗清去啦。兄弟姊妹，这是马丁路德伊的经历，所以上帝予伊个定心徛起来，就看见新教基督教的诞生，互咱搁恢复到伫真理内面来，互上帝欢喜。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可能伫咱的内心，犹原阁有一寡的声音在讲啊，你是不足的，啊，你是无可能的。总是愿上帝怜悯，咱犹原会当亲像马丁路德安尼来宣告：是这个拢是我的唔对，拢是我的罪过，总是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深信，因为圣经甲我讲。讲咱若认家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咱的罪，洗清咱一切的不义。所以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要洗清这一切的污秽。我已经得到赦免，我已经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有的代志拢交予耶稣，钉伫十字架顶啊！现在拢成做新的，兄弟姊妹。你若阁有迄个过去所犯的唔对，搁在交叉你，你就爱宣告，遐甲你已经无有权，袂当来控制你，袂当来控告你，因为咱拢伫耶稣基督内面，拢成做一个新创造的。咱为着咱的囡仔，犹原是安尼，过去的唔对，咱犹原伫主内面讲主啊，用宝血赦免伊，予伊一个新的开始。因为我知我所信的。救主，我所交托你的，就是将我的后代拢交伫你手中。愿上帝，你美妙的祝福伫因的顶面继续来显明，互因抓条这个真理，遵守这个真理，领受更较侪福气。但是姊妹，这是你我所应该爱做的哦，是咱应该爱做的。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伫今仔日会当有一款深深的体会。有这个行动，咱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来。求你教示阮怎样算数家己的日子，互阮得到智慧的心。诗篇90篇12节，搁一届来。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互阮得到智慧的心。诗篇90篇12节，是求上帝帮助咱，互咱有智慧，得到智慧的心。好无这时阵，咱起立，咱要来吟一条诗歌。了了因阮。
主，阮来到你面前，阮深知阮是属于你的，因为阮称呼你是阮生命的主宰，你也是阮生命的救主。伫阮软弱不安的时阵，你就成做阮的避难所。你将阮放伫温暖的所在，互阮免受一切的灾害。主，求你互阮有一款的深信，就是今仔日阮犹原还阁受到一寡的搅吵，互阮无法度专心倚靠你的。这个时阵，阮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暂停这一切的搅吵，互阮深知，阮所有一切有为罪过，过去一切的不是、无信、软弱，主耶稣基督拢已经用宝血洗清清去。伫阮的家庭，过去一切的无和，一切的这个破空，阮拢奉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清。耶稣基督已经补满这袂当去控告阮，互阮失去信心，失去疼心。所以愿你帮助阮，也互阮宣告，阮的身躯是上帝的殿，阮用身躯来吟诗学乐敬拜祈祷。通互阮的身躯真做是勇行的，多谢你甲阮同在，互阮的信心若坚定，伫头前的路站，对阮的施世行义，搁较若带出祝福。多谢你听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坐。奉献是回应上帝的听，嘛是信心的行动。请咱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事工分享，请朴牧师。感谢主的听，互咱今仔日透过牧师的分享，咱会当明白伫主的内面，上帝就是咱永远徛起的所在。阿门，阿门。所以会当徛起伫上帝的厝中的人，拢是有福气的，就是上帝诚做咱心中的主。咱只是来关心咱即礼拜的咱的消息。
咱来导读这礼拜的经文哈，来，请来，着瓦克上主甲伊的关联，不时寻求见伊的面，搁一届来，着瓦克上主甲伊的关联，不时寻求见伊的面，不时寻求见伊的面，所以不时一天24点钟。上帝拢袂感觉讲你足烦的，拢一直找我，吼！上帝讲做你来找我，我逐时拢咧等你，吼！因为上帝要享受迄个关联，要互咱，吼！好，过来，哇！这是迄个顶礼拜吼，咱的青年潘恒宇吼，伫国家音乐厅伫遐演出，所以咱有看到伊伊伫台顶的演出，哇！看到伊的演出，咱看迄个下面的迄个图有无？迄个相片，吼，小鱼小鱼伫2年前，伊抑搁迄个肺腺癌的部分，咱拢一直为着伊祈祷。伊即马已经复原，上帝医治伊的身躯，互伊会当继续转来伫爱乐乐团伫英国的 BBC 的乐团拢倒转来伫遐伫上班吼，迄伊的迄是伊的专业，逐工困醒就是扭琴，逐工困醒就是扭琴吼。因的乐团大概有成百个吼，阮去看因演出，有小鱼是迄个低音大提琴差不多有8支，拢总查甫的，只有伊一个查某囡仔，因为迄低音大提琴足大支的。查甫的才摸会行，但是咱的小鱼，伊就是即个低音大提琴手吼，是啊，所以伊真受遐个因的团员对伊的疼惜，伊即摆倒来台湾非常的欢喜，因安尼世界巡回会当顺倒来台湾，家己的国家有欢喜无？是啊，是，所以非常的欢喜吼，所以这是上帝对伊的祝福。好，过来。咱昨昏吼，咱的国宾牧区、兆民牧区、个阳琴牧区3个牧区，因出去旅游来，咱去看顶一张。好，这是咱来看国宾牧区吼，因有36位，然后有12位的新朋友，兄弟姊妹，12位的新朋友，哇，这别个所在、别个教会要找12位吼，拢无简单。嘛是因为安尼，所以互咱洗礼的兄弟姊妹愈来愈多，这就是咱。无看轻每一届会当出游的机会，也是咱的幸福小组的机会。每一摆拢是上帝要对这未信的人讲话的时刻，所以咱即届咱的幸福小组推展即个启发，咱有牧区的出游，拢是互这的兄弟姊妹，这未信的有机会听到耶稣，所以每一个拢是宣教士，阿们。阿们，感谢主哈！这是咱国宾牧区，过来是咱的兆民牧区因哇，你也看因拢伫遐咧洗骹，是毋？迄是毋是水所以37个大家欢欢喜喜，然后因有12个 best， 这12个甲拄我迄个12个敢有共款？无共款哦，这是2只游览车出去哦，所以安尼有几个？24个新的朋友。厝里的人嘛出来，所以你厝里的人无信主的，咱拢甲伊当做上尊贵的 best， 你来甲伊邀请出来。上帝看重伊的灵魂，你有看重伊的灵魂无？阿们哦吼！好，这是咱兆民牧区。过来第3个是咱的养亲，咱的养亲去进滩啦吼！哇，所以这是一个真好的。绿化活动互因伫遐，因为28位，然后遮嘛有12位哦，安尼加起来偌济位？36个新朋友吼，昨昏咱带36个新朋友互因出去大家交友大家建立关系佫会当听到见证，所以咱为着遮养亲牧区吼，去捡20公斤的保特瓶哦。哇！因捡粪扫捡44公斤呢，感谢主吼！这青年人做这的事真有意义吼所以咱感谢主，吼，咱有即群的这的青年有咱的牧区，咱用普爱写甲这3个牧区啦，用更归予上帝哦吼！这36个 best， 一个拢要倒转来小组，拢要成做耶稣基督家子，阿们。
阿门。好，咱过来。咱过来后礼拜咱的洗礼吼，咱的洗礼即马已经报名。确实伫现场的兄弟姊妹，恁若是还未洗礼哦，牧师呢，佫有机会欢迎你来报名。咱伫后礼拜要来洗礼吼。确实你的会籍也佫伫别个所在，也是你拢无伫迄个教会伫聚会，你愿意来到伫永光教会，甲阮做伙，咱做伙行福音的道路，欢迎你会当甲会籍。委身在永光教会，好，所以咱报名的时间，咱来看吼，好，继续，好，咱即卖是启发幸福小组对吧？顶一季是啥物幸福小组？桌游，咱即届即卖是启发，所以咱即届有真特别，就是特别有一个启发圣灵的周末营吼。所以这新的朋友，即马大概报名有20位，要参加这个启发的周末营。伫这个周末营内面，就是要互因经历圣神，这会当讲是圣灵周末营吼。有真侪新的这个朋友，因拢较无因的生命会当更新改变，所以因真有意愿要来参加这个圣灵的周末营。感谢主，因的小组长规工陪因，规工陪因。若毋是出伫听人听上帝，什么人愿意用一天的时间去陪人伫遮咧听课？这就是咱的同工，咱的组长因即款听上帝，以及甲人的性命、甲人的灵魂看做宝贵一款的态度。所以咱感谢主，互咱有遮尔好的小组长，铁三角同工，甲咱做伙同行。好，过来就是好，拜六的迄个周末营的迄个时间报道的时间，咱再来注意哈。好，下一个，好，咱的培育学校，咱即马已经进入伫第20期，20期就是第10年哦，吼，第10年，咱的培育学校，永光教会佫有咱所设的这个培育学校，所以真欢迎兄弟姊妹，不管你的年岁偌大，你拢会当来上。荣妹姐，荣妹，你举手一下。伊即马是你是领袖班对不对？伊即马上到领袖班了哈。你现在几岁？84岁哈，84岁。然后伊即马伫领袖班内面哈，大家拢足爱伊的哈。伊嘛真欢喜伫遐学习，所以咱遮兄弟，确实你若感觉讲，哎呀，阮的年岁愈来愈济吼，伫厝行伤远慢煞失智去。你来上培育学校，拢袂失智哦，所以你来上培育学校，因为透过圣经的话，互咱的脑部的神经不断甲上帝的话放入来时，咱的脑部遐无好的物件就开始清掉上帝的话入来，这就是圣经讲的，你着每日三思上帝的话，这就是互咱的脑部神经会当继续真正有迄个活力吼。好，过来。好，咱的青少年甲咱的社区的儿童，咱的社区的活动开始咧招生，所以咱来注意这个时间，会当来报名。好，这是咱顶礼拜咱的启发的幸福小组吼，咱看到每一小组因的迄款的欢喜，迄款的分享吼，实在是非常有上帝听这是这个小组吼。好，过来，好咱的空调，今仔日吹冷气，会冷无？顶礼拜这边的人甲我话讲，遐拢袂冷，今仔日咧袂冷的，举手一下，袂冷的哦，因为咱即摆咧测试吼，感觉会冷的，吹了爽快，举手一下来，爽快，大家角落拢有吼，咱的场落拢会注意来看吼，安尼可能拢有通，有感觉较冷一点嘛，是无？吼，安尼袂要紧，较冷行的是袂冷啦，若较冷，咱后摆吼炸外头来。好，这嘛是上帝互咱的祝福，互咱的冷气会当到伫，咱的冷气修理好了，天气就开始热，对无？咱的冷气还未修理好的时候，上帝拢互伊落雨，上帝足听咱永光教会呢，吼。所以你甲看，顶礼拜就开始热起来，这礼拜佫愈热吼。所以咱即马伫咱的奉献的专款来到伫421万，感谢主吼，互咱突破400万吼，这就是上帝伫咱的连结。咱到即马还佫有某部分吼，还佫咧做调整吼，还袂到完全好，所以嘛继续来关心咱的这空调的部分。好，过来。
咱即马有2台电梯，敢有1台在行尔吼，另外1台在修理哦吼。所以咱即马咱咧提倡的就是，你的身躯勇行的，你就行楼梯。若80岁起咧，绝对唔好行楼梯哦。好，所以咱若是身躯勇行，感觉佫会当行楼梯的吼，咱伫第一场兄弟姊妹，咱就行楼梯。总是咱年岁较年长啊，咱拢爱坐电梯哦，无说拜托年长啊，拢爱坐电梯吼，莫勉强家己吼。好，所以咱嘛来了解咱的电梯的运用的情形。好，假使若是有拄着别人要坐，不要紧，吼，互你先坐，我较慢的吼，因为咱的住户即马14楼安尼，剩1台电梯在走，所以礼拜日咱若咧坐时会去甲因安尼爱共电梯哦，可能会较慢。所以若有住户因要坐电梯，咱让因先坐，好无？吼，咱让因先坐，这嘛是咱永光教会一个真好的见证。好，后礼拜吼，6月13，吼，毋是后礼拜，6月13，咱的中会的财务部。国教会的财务部的训练要伫咱永光教会来举行，因为咱的中会财务部的部长现在是咱的国宾长老吼，所以国宾长老对咱整个中会的财务吼，伊非常的清楚所以伊是部长然后伊要来甲大家来上这个财务部的课程，是所以咱的教会若有相关的人嘛爱来报名吼6月13咱爱出来做交代，因为有真侪外教会的人来到伫咱的教会，咱爱来接待因。好，过来，咱儿童牧区今仔日有会议吼。接下来，好，这是咱的丽娜牧区吼，过来要出去佚佗，要去麦克田园吼看起来真好，真是哇哦，已经额满了吼，已经额满吼。好，过来，这个是秀莲牧区吼，伊要去宜兰的传艺中心，咱嘛会当来报名嘛，因设计甲非常的好吼，所以真好佚佗，咱嘛来报名，然后来邀请新朋友来参加。这是儿童的部分，因要去山顶司马县司马县部落遐。好，过来。好，这就是咱的青少年的活动吼。咱青少年即马报名已经报120几位吼，要去到伫新竹。好，咱的阿秀姐妹吼，蒙主恩调，所以定伫过来的拜四，下晡的2点要伫二滨吼来举行个别礼拜。所以阿秀姐已经99岁，差不多100岁吼。所以已经有真久的时间无来到伫教会，伊的囝嘛较无来到伫教会，所以咱对因较无熟悉。无需特别拜托咱兄弟吼，即一天时间若是会使，咱来参加即个慰思互咱透过永光教会，咱表达慰思的疼，互因即个家庭的因的假日会当佫倒转来教会来敬拜上帝吼。这是阿秀姐过去是伫咱的乡联牧区内面吼，所以即个部分，再咱请咱兄弟会当拨即个时间出来，假使你的体力会使的话吼，好。继续为着吴文章兄弟以及陈信如姊妹吼为着因的健康来祈祷。好，安尼边仔有新的朋友无？好，上帝拢大大来祝福来，做伙起立，咱用这条诗歌，咱互相来祝福。用你的福气来分享别人。来，佮分互隔壁人，用咱的热情。继续徛伫，咱主任牧师来为咱祝福的祈祷。但愿上帝的大能甲伊无限的手骨扶持恁，互你每一个经验伫伊无难成的事，
也愿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在伫你的家，甲圣神引带你行伫死正的道路，互你经历每一届的敬拜，拢带出能力甲祝福。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祝福咱每一位大家平安，平安。大家请坐。